分一次手，你帶傷元氣，病2世紀，已經逝的越見卑微，他的五官也並不完美，提前到末期，絕非因你下坐騎，曾多麼愛亦會你，誰的心似隨意己，情人不愛你，魂不愛你，憑什麼否定你？月光有人鬧起，有人瞧不起，被愛蓋勒，如宇宙陰森詭秘，神也摸不透的，問你怎麼與他鬥氣？驚心變心有什麼定理？前面有效期，誰都不似別去。